选调，真好啊！感谢摇花，唱歌学落你至悬的名，早起时播用你的之外，闲时播用你的信息，就掠摇花最欢喜，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要互你。现在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界的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你常常在你的大恩典中间，摄一切悔改认罪归向你的人，恳求你在每一个忧伤痛悔人的心中，来成就你所应允的这个救恩，消灭我一切这个罪恶。拜念伫主耶稣基督的份上，来洗清去阮良心的这个责备，愿阮保守着阮，互阮袂通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袂通得到平安甲喜乐，并且来服侍你。今日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主你的小木头前，要来共听你的话语，求主你开启阮的目睭，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旨意伫叨落，也会当开启阮的耳孔，互阮会通听清楚你的教示，互阮会通伫生活上来彰显你的美德，互阮会通专心专意来服侍你。但阮要搁来为着美国各地区冬天暴风雪所侵犯的这地区来祈祷，尤其是这个德州的 Houston 地区，最近经历着100多年来超低的这个低温，互几若100万户的这个厝体断电断水，佮因为高速公路结冰来造成130几台汽车的烧弄，死伤真侪人。主啊，你也是暴风雪中的上帝，求你怜悯，使阮大地有温暖的这个日光，或者阴霾会当紧紧离开，因为这个暴风雪来遭受厝体水管破裂的，会当紧紧来得到这个修理。阮望上帝怜悯，互百姓得到悔改的心，恳求上帝来医治这个土地，互美国真正搁一摆伟大起来。但今日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搁一摆来宣告，来洁净阮，来保护阮，互新的一年，阮会通看到新的愿望、新的未来。但今日阮搁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你，恳求主你来怜悯阮，互今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，做伙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，来阿罗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朝着上帝要赐予这个管道。现在恳求主你
来先牵起罗卜的嘴，圣神感受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阮有一个蒙恩，一个主日，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21章第6到第9节。第6节，祭司就摕剩的饼予伊，因为伫遐无白米的饼，只有白热的饼，对耶和华的面前摕起来。摕起来迄日，是要下烧的饼来拜伊。当迄日伫遐有色罗的萝卜，留伫耶和华的面前，名叫得伊，是以东人，做色罗国精生的头人。大必问亚希米勒讲：你手下有枪，还是刀也无？因为王的代志真紧急，我拢无带刀甲器械。祭司讲有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，就是你前伫以拉的山谷所杀死的，伫遮包伫布里，伫以弗得的后面。你若要用，就举去。因为迄支以外无别项。代表讲，即支刀无一支会比着伊，请你互我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22章13到18节。13节，扫罗甲伊讲：恁啥事甲亚瑟囝假无攻击我，你竟然用饼甲刀予伊，搁替伊问上帝，予伊起来攻击我，当等我，亲像今仔日的款。亚希米勒应王讲：你的人生中，治罪为比着大必的真重啊！伊是王的囝婿，搁做你的参谋，也伫你的家中是尊贵的。我检视做今仔日，才替伊问上帝吗？我决断无迄号的意思。王无得用什么规伫萝卜，甲我的老爸全家，因为遮的一切事，无论大小，你萝卜拢毋知。王讲：亚希米勒啊，你甲你的老爸全家，拢的确着死。王命令所谓的侍卫讲：恁活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因帮赞大必。搁因为因知大必逃走，竟然无报我知，总是王的人神，毋肯伸手拍死耶和华的祭司。王甲得伊讲：你活转去拍遐个祭司。以东人得伊就活转去拍祭司。迄日太师穿幼细布的衣服的85人，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个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吟学落的诗。活命的水，彼落的泉。
的水，滴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，滴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阮要开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，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，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我要开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，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，落的泉，流到清楚阮的心肝。阮要开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
消散。水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阮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水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我命的水落的泉，流到青春阮的心肝。阮要归水来吟诗，吟一首雨落的诗。头壳的乌云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
的好运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头壳的好运，心灵的忧伤，拢总消散。亲爱的兄弟姊妹、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美国第3任的总统汤姆斯·杰克逊，伫这个总统的任内的时阵，有一摆伊甲朋友骑马去旅行，因来到一条这个溪边，准备要过桥的时呢，我发觉顶一日大雨已经将这个桥给冲掉去。迄个时阵，溪水阁非常的错流，若要过这个河，就要用撩水过去。毋过呢，水这样错流是非常的危险的。有一个人就冒险跳落去，游过去。做是另外一个人毋敢，伊就徛伫这个溪边，毋敢落去。所以当伊看到这个 Jackson 这个总统，因骑马就拜托总统讲用伊的马，甲伊渡过去。总统就答应讲：“啊，起来，少年起来。”所以这人就爬去这个马顶，无偌久，两个人就安全的过这个溪。当这个人对马顶跳落来时，总统的朋友问伊讲：“兄弟啊，你为什么要叫总统来帮衬你呢？”迄人惊一跳讲。毋知这人是总统，伊讲我所知影的人，有的人的面是写 no， 毋过有的人面是写 yes， 所以当我看到总统的面，伊的面是写 yes， 所以我就好胆来甲伊拜托。所以这个人乐意帮衬人的人，伊的面相常常互人看到疼心，会当看到怜悯。会当看到体贴别人的需要，也肯为着别人来设想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看到大卫，伊捌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刻，等于受到这个扫罗对杀的时，大卫选择去圣殿，到祭司服侍上帝圣殿遐来求帮衬。那么今仔日这个故事的中间有3个查某人。因拢伫这个圣殿内面做出因的这个决定。那么头一位就是大卫，等于伫走路的时，然后这个拿撇，这是亚希米勒服侍上帝圣殿遐。这是亚希米勒问伊讲：“你为什么来遮呢？”大卫甲伊讲：“是扫罗王派伊来的。”这是这个扫罗对杀大卫的代志。全国拢知影所以当这个大卫讲出这款话时，会当来看，互咱看出大卫也伫上帝面前所显出的这个软弱，伊实在是无放心，将伊心内真正的这个软弱，伫上帝圣殿来讲出来。所以讲大卫伊遮尔软弱，这是上帝以愿保守大卫的脚步。这个在走路的大卫。选择来到上帝面前，慈悲怜悯的上帝为着伊陪伴稳定，是超过伊所想象的。大卫伫这个圣所得到2个稳定，头一个稳定就是饼，这个饼是神圣的饼呢，是大卫无应该食的饼呢。这个饼是照圣经的律法，应该是这个祭司献予上帝的饼。伫上帝面前摆了1天，听到7日结束的时，才有祭司通食这个饼。真是无打算，无想到，大卫来的时阵，拄拄好是7日的头1天，祭司就打破这个律法的规定，将换落来这个饼互大卫食。伫凡事拢爱遵守上帝律法这个圣殿，大卫得到一个伊无应该得到的稳定。这个就是怜悯的稳定。第二项，
特别伫圣殿得到另外一个恩典，就是伊去得到迄支刀。但我相信，当特别摕到迄支刀的时阵，伊的心内是充满了真侪这矛盾的。这个矛盾，拄到亲像今仔日真侪基督徒的矛盾一样。有一个兄弟吼，伊60岁，就因为这个癌症而过身。伊的负责人足伤心的，一直咧埋怨，甲主讲：主啊！以前我毋是遵守你的安息日嘛，我每礼拜拢来到教会来敬拜你呢。主啊，我嘛有遵守这个11奉献呢，我嘛是一直在心里服侍你呢。为什么我会拄到这款的代志啦？特别看到迄支刀的时，心内一定是心内乱糟糟的，因为这支刀是当时特别用到这个现照的。这个物件拍死这个哥利亚，对哥利亚的手所摕到这支刀嘛，但是并无做错什么代志呢？伊拢是按照上帝旨意去做，竟然落到今仔日这个凄惨的地步。虽然特别伫圣殿得到这个两种的恩典，总是这个蒙恩的人需要面对着现实人生的这个无奈。伊头前的道路毋是平安的道路，伊永远按继续来走路的。那么第二个人物就是伫这个圣殿服侍的这个祭司，叫做亚希米勒。圣经讲，亚希米勒用到这个惊吓的态度来接待大卫，因为这个聪明的祭司一开始就知影大卫伊无讲实在话。亚希米勒是心中有律法、有原则的人，伊知影这个少年人是扫罗王伫对杀的对象，总是伊无用到律法来拒绝大卫，伊是超这个律法的原则，用到听甲灵敏来看这个大卫的处境。亚希米勒知影大卫目前所需要的，就是上帝的灵敏。所以，伊就无用这个律法甲教会法规来压制这个大卫。圣经讲吼，亚希米勒选择这个祭司所无应该做这个代志，伫这个大卫伫逃亡夭饿的时，伊互大卫食迄个平常人无应该食这个饼。请问，亚希米勒有犯罪无？有，伊有犯罪。亚希米勒是犯着上帝律法，总是伫这个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4节有记载讲吼，讲主耶稣的学生伫安息日经过这个卖田的时阵，这个去抓这个麦穗来食，法利赛人就指责主耶稣的学生讲，因无遵守安息日的律法，主耶稣就记这个亚希米勒这个例。来甲因讲，圣殿存在的目的是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我爱灵敏，无爱祭司。主耶稣意思是讲，灵敏较赢过这个献祭。主耶稣讲，你若明白这个意思，就袂将这个无罪当作是有罪的。圣经中主耶稣一再表明。伊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拯救人，毋是要定人的罪。既然是来到伊的面前，主要说拢用伊的疼来遮盖着人的这罪。主要说，基督伊疼咱，伊既然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事件，伊爱咱用着疼甲灵敏来看这个安息日，来看这个圣殿。主要说，基督是圣殿的主。主要说，基督嘛是安息日的主，伊也是疼这个疼的主，伊更加是这灵敏的主。咱伫上帝圣殿内底有真侪这个选择，当然献祭嘛真要紧，总是献祭甲灵敏有冲突的时，咱要选择什么？圣经互咱看到亚希米勒是一个真特别的人。伊对特别的疼，对头到尾拢无改变。伫撒母耳上卷
22章，扫罗叫人将亚希米勒抓来时，亚希米勒对扫罗讲大卫是尽忠的人，大卫是你的这个牧师，大卫是你的囝婿呢。所以亚希米勒呢，对头到尾，拢是用着人民做出发点。伊知影无人民的律法，毋是上帝律法；无这个听甲人民的法规，毋是上帝的法规。因为律法甲法规目的是要帮助人来认捌上帝，通得到救恩的。真可惜吼，迄一日伫圣殿，毋是敢只有亚希米勒这个有人民的人在场。迄日伫圣殿内面，还佫有第三个人。这第三个人伊名做多益。这多益职务是照顾征生的头人，等于是现今的这个农业部长。这个多益去圣殿是要代表扫罗来献祭，做是伊那亲像是秘密的警察，伊偷偷在听亚希米勒甲大卫的对话。所以伫这个撒母耳上卷22章第6节。有一个真讽刺这画面，描写这扫罗坐伫这柳下下面，听伊纳凉。当这凉风吹来时，是一幅真水的图面。不过呢，伫这样的水的所在，却产生遐大这嫉妒，所以扫罗就大发脾气，伊质问伊的部下讲：什么人互恁葡萄园呢？什么人互恁有这个田地呢？扫罗用这个好处给别人，就是要来坚固伊家己的王位。原来扫罗心中所想的拢是这个权势。我互恁这样一个好处，为什么你无支持我，反倒去支持这个大兵呢？总是伊下落步无人敢回应，就这个多益徛出来，将迄日所看到的代志一一拢讲出来。结果呢，迄日。伫扫罗面前，多益杀死亚希米勒的家族，一共有85个人。兄弟姊妹，台湾发生这个228事件所发生的这个冲突到挑战，对整个台湾来讲是真大的这个伤害。你知影迄个时阵，原本这个和平调解委员会的这个成员。因不论是医生、律师，还是大学的教授，或者是记者，因拢是当时台湾的这个精英。那么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，乃是要化解百姓甲执政者中间的这个冲突。这是无想到，这个当这个军队一日来，无将这个和平使者当作是和平使者，所将伊来拢总来杀死。所杀的人超过85个人，甲规个圣经所讲的人一模一样，杀死85个人。所以迄日所发生的这个大屠杀，不管是圣经所讲的，还是台湾历史上发生的这个惨剧，咱的上帝拢无甲伊记入去。伫这个悲剧的最后，出现一个有5万的光。伫这个撒母耳上卷22章20节讲，亚希米勒伊有一个囝，叫做亚比亚他，是伫这个大杀中为生存的人，伊就走去投靠这个大卫。撒母耳上卷23章第6节，亚比亚他去见大卫时，手摕个以弗得，以弗得是祭司的时必须爱穿的这个礼服。代表祭司的身份，所以大卫将亚比亚他当作上帝的祭司来尊重伊，对伊来得到上帝的这个指示。1980年2月28日，发生一件惊动台湾的这个命案——美丽岛事件。这林义雄律师的老母，甲2个双生啊查某囝。被人用刀来甲伊杀死，大汉查某囝这个林焕军受到重伤，后来伫亲友的帮衬下面，伊甲妈妈就搬去美国。
发生命案的这间厝呢，后来就称做义工教会。望上帝公义的光透过教会来发出来。这间教会已经成立到今仔日，一直是28事件甲其他政治犯加上的这个撇难所。因为这个义工教会得到听甲怜悯，也得到接纳，甲得到医治。上帝的道路是较悬过人的道路。这个林焕君姊妹后来甲一个美国宣教士的囝儿来结婚，结婚了，因搬转去台湾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。在2005年，命案发生25冬以后，为换落来这个林焕君，伫伊个细汉的时阵所住过的厝内，就是伊受重伤，佮失落3个亲人的所在。伊甲家己的3个查某囝坐做伙，听伊的美国籍的丈夫宣教师或者印主类，第一摆用着非常标准的台湾话来讲道。印主类宣教师伊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2节，带出清楚的这个信息讲死既然是因着一个人来的，死人过活也是因着一个人来的。当亚当内面众人拢死，照安尼伫基督内面众人也要拢总个活起来。林焕君用着这个创世纪50章20节，讲出伊的这个心声。伊讲早前恁的意思是要爱来害我，就是上帝的意思原本是好的，却要保存真侪人的活命，成就今仔日这个光景。所以林焕君就选择投靠上帝，伊的心得到医治，伊的心也得到安息。亲爱的兄姐，所有的宗教信仰，如果若是无有这个听甲怜悯，就会产生这个多疑这款的人，干来去计算别人的歹。总是若有这个阿希比勒的眼光，就会这个饶赦，有这个宽容怜悯，是超过宗教的这个听的。所以咱就要学习代笔，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爱选择来到上帝圣灵来求帮赞。那么爱学习这个阿希比勒伫上帝圣灵做出合上帝旨意的这个选择，用上帝的听甲怜悯去帮助软者失败的人，用着稳定来对待因。但愿有一日，所有教会拢通加做一个创伤者的避难所，彰显上帝这个怜悯，再落遐个软者无完全失败的人，因所需要这稳定的人。但愿教会有更较多这个阿希比勒来出现，无够有这个道义这款人，看到别人跋倒，看到别人无完全当作踢笑，还是落钱舔招的对象。毋望新的一年，上帝伫咱的中间做新事，要改变咱每一个人，请做阿希比勒，帮助遐个心灵受创伤的人，来投靠伫上帝，互因的这个创伤通得到医治，因的心灵也通得到这个安息。阿们。咱一条要来吟这个回应的诗歌，拍开咱的双眼。我就是讲，拍开咱的双眼，来仰望上帝的阳光。咱在开声来吟诗，阿罗圣尊名，主啊，阮听你，主阮阿罗你，哈利路亚，阮称颂你。相安，仰望上帝的光，微笑吟诗，阿罗阳滚滚浓，主愿听你，愿阿罗你。
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ha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相安，用梦想的人根，为下一世，波罗人高温浓，主我条理，我努力。哈利路亚，万军兄弟，马会相安，仰梦想的人根，为下一世。波罗人格不浓，主我家里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，万军兄弟，主我家里。兄弟 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'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ha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
영梦相遇为下一夕도로 연극은 주관天理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'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ere broken. I praise your name. 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'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praise your name. I love you, Lord. I were broken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相伴，用梦相对为下一夕，波罗烟的温柔，主管天理，我努力。相遇，那会相伴，仰梦相遇为下一夕，波罗烟的温柔，主管天理。相遇，主管天理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，完全相遇。Open your eyes.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'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ere broken.
I praise your name. 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ecious name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I praise your name。但这条请咱同心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宝贝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我对规约撒母耳上卷2章内底，来思想咱着爱选择去圣殿。但今日咱伫这个处境困难重重的时，咱爱学习大笔。对于困难的时，选择到上帝的圣殿来敲做帮赞。咱嘛该学习阿希比勒，伫上帝圣殿做出合上帝旨意的这个选择，用上帝的听甲怜悯来帮赞两者失败的人，用恩典来对待因。但愿有一日，咱的教会嘛要当成做一个创伤者的避难所，通来彰显上帝这个怜悯，接待遐个软弱无完全、失败需要恩典的人。愿咱的教会有较多这个阿希比勒来出现，无搁再有这个道德这款人，看到别人跋倒的时，看到别人无安全的时，当作是踢笑的对象，还是落井添笑的对象。嘛，伫新的一年，上帝伫咱的中间做新事，改变咱每一个人叫做阿希比勒，帮助遐个心灵受创伤的人来投靠上帝，互因的创伤通得到医治，心灵上也通得到安慰。愿特别是要为着伫台湾过去历史的这个悲剧228事件来祈祷，佮佢出来怜悯，来医治，来安慰遐个丧失性命的这个家属，互这种的这个悲剧的历史，会当成做台湾民主化的这个祝福。但今日阮犹原要继续为着台湾，为着美国，为着全世界来祈祷。讲叫天父上帝来帮助阮所徛起的美国、台湾，或者肺炎的病毒因着疫苗的这个帮助，会当回归着这个平静甲健康的生活。啊，阮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啊，这条老师要来甲因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主要甲怜悯，主要所基督的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记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明。亲爱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亲爱兄弟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。到这就过一段路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赏赐予你，
再会，努力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发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。